根據宣布，淡市警局少年隊早在將啊23歲吳姓男子將驗控出租套房當作藏毒品的所在，等待時機成熟，會動保安大隊將嫌犯逮捕。同時嘛，靠着緝毒犬的協助，佇將近1000坪鐵皮倉庫，真緊就查到大批3級毒品凱他命162包，毒品加幣包550包等犯罪工具，專案移送法辦。在永康區順利偵破以吳先為首的3人販毒集團，現場查獲凱他命近500公克，毒品咖啡包550包，彩虹菸1926支，還有各式毒品分裝器具。訊問後，將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。警方指出，這隻表現優秀的緝毒犬叫做雲斯頓，伊最後是行到一條島仔頭前，突然間坐咧無叮當，警方順線搜查就成功查緝，把互嫌犯當場無話通講，乖乖互警方掠走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